好多人都默認12月25號係耶穌嘅生日，但實際上，呢個日期並無確鑿嘅歷史依據，而係後世基督教教會設定嘅紀念日期。首先，最核心嘅依據就要睇聖經，無論係馬太福音還是路加福音，都只記載咗耶穌誕生嘅故事，完全冇提到具體日期。當時猶太地區使用嘅曆法同現代公曆唔同，相關嘅歷史文獻亦冇流傳到耶穌生日嘅準確記錄，所以從原始資料嚟睇，耶穌嘅真實生日係未知嘅。而12月25號呢個日子係點樣嚟呢？就同早期基督教嘅福音傳播有關。喺基督教發展初期，羅馬帝國盛行崇拜太陽神嘅傳統，12月25號正係羅馬嘅太陽神節。呢個節日係冬至前後，象徵着太陽重生、光明回歸，係當時擁有廣泛嘅民眾基礎。教會就將耶穌嘅生日就定係呢一日，一方面係為咗用基督教中耶穌就係世界嘅光為理念，替代異教嘅太陽神崇拜，更令福音傳播；另一方面，也能借助已有嘅節日氛圍，令信徒更容易接受和參與紀念活動。慢慢，12月25號就被固定為聖誕節，成為全球基督徒紀念耶穌誕生嘅重要節日。